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哈发，我是一姐。A 姐，你这礼拜要到新竹啊，如果口渴的话呢，记得要品尝道地的客家下午茶哦。而说到口渴，就是追早，追早就是口渴的意思。不过你提到的客家下午茶，是不是就是客家擂茶？真的哦，它真的是客家味十足哎，因为它不仅仅是有玄米，同时还有马哎，以及呢花生。另外不能忘记的就是茶香浓郁，也要一起研磨。马就是芝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客家擂茶呢，它配上了客家糍粑哦，真的会让人家忍不住呢一口接一口，超级美味的哦。而且我告诉你哦，品尝客庄下午茶，你会觉得哇，甜滋滋的，甜唧唧嘞，甜唧唧哎，就是甜甜的意思哦。所以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，就是我口渴想喝茶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爱追早上色茶，爱追早上色茶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带大家体验一下客式下午茶。哎，小瓜，北埔逛那么久啦，我口渴了啦，爱追早上色茶。好啊，北部很多擂茶店，我们去喝客家下午茶吧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部分就要先把绿茶末倒入擂钵里面。那个盘子里面的绿茶末呢，我们要把它研磨成淡绿色的绿茶粉。那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要帮你加入的干果呢，里面的食材有皮条、有富优妈、泡优妈、南瓜子跟葵花籽。所以现在帮你们加入里面的食材呢，里面有甜甜的糖之外，还有综合谷类粉在里面，让我们待会喝起来的时候才会甜唧唧嘞。哎，小瓜，现在已经有茶香，也有马跟米头哎，而且刚刚老板说呢，这喝起来会甜唧唧的，你喝喝看。哎，这客家擂茶真的是十分的有特色，客家味十足。对呀，而且呢，客家擂茶可是招待上门贵宾相当好的茶饮哦。所以我们真的十分的推荐，下次呢来到了这客家县市，一定不要忘记来品尝这个客家下午茶哦。我在喝茶之前呢，先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教给大家的客家话。首先呢，就是口渴了，口渴就是追早，追早就是口渴了。那客家擂茶少不了的就是芝麻，芝麻就是马马就是芝麻，没有错。而且啊，这客家擂茶呢，每每品尝起来都甜甜的，很幸福。甜甜的就是甜唧唧的，甜唧唧的就是甜甜的。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一整句话就是我口渴想喝茶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爱追早上色茶，爱追早上色茶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大家体验客家下午茶，拜拜。